好無聊啊！我就唔無聊啦。點解嘅？因為圖書館有童話書嘅介紹活動。真係㗎？係啊，如果你借4本書就可以學咗一個紙雪花，你睇下靚唔靚？我覺得好靚啊！我都想接下。點解你咁清楚嘅？因為我哋係童話夢廣場應援會嘅會員，我係主席4B班11號葉德森，我係副主席4B2號陳永橋，我係宣傳4B梁月14號。而家我哋會介紹一本我哋最中意嘅童話夢廣場第36集《雪花與紅梅》嘅故事內容。喺好耐之前有一對雙胞胎叫做雪花同埋紅梅，佢哋嘅性格喜好完全都唔一樣噶，姊妹相處得好唔融洽，令爸爸媽媽好頭痛啊！但係自從屋企嚟咗一隻古怪有趣嘅熊之後，一切都好轉起嚟啊！姊妹變得好融洽。嗰個故事之後點噶？你想知道就嚟圖書館借我哋呢本書啦！而家我哋呢一個活動係逢星期2、4、小息1同埋小息2舉行，你又可以借到童話夢廣場同埋其他童話書，又可以得到折紙嘅機會，快啲嚟參加啦！咁樣我都想參加你哋嘅應援會啊！好啊，歡迎！